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常康園一個複式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常康園本身嘅單位實用率都係極高㗎喇，如果係加買複式嘅話，就好似住 house 一樣。今次呢，為大家介紹呢一個複式嘅單位，實用面積3003尺。首先就係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就係望返常盛街浩田以至何文田一帶嘅遠樓景。單位嘅飯客廳呢，面積都相當闊落，依家就係行到飯廳嘅位置，可以擺到一張10人用嘅長方形餐台。複式下層2間睡房，首先呢，就係望下呢一間大套房啦。呢間套房嘅景觀同客廳一樣，望返常盛街一帶嘅樓景。睡寢區面積相當實用。呢一間套房仲專登係畫咗一個衣帽間，可以俾你擺放大量嘅衣物。之後呢，就到咗套房浴室啦。浴室設計整齊企理，有充足嘅儲物空間。浴室沖涼嘅位置係採用淋浴間嘅設計，仲有呢一個儲物櫃可以俾你擺放雜物。隔籬嗰間睡房呢，可以當作書房咁樣用。客廁同樣整齊企理。飯廳隔籬呢，仲有一個儲物室，可以俾你擺放雜物。廚房已經係提供咗呢一個大型嘅雪櫃，備餐同埋煮食嘅空間相當充足，而且係提供咗各類型嘅廚房電器。如果多人一齊備餐呢，完全都唔係問題。之後就到咗單位嘅工作室，仲有工人專用嘅洗手間。依家就係從呢一個內置樓梯上到樓上嘅樓層啦。樓上呢一個家庭娛樂室呢，面積非常之實用。可以咁樣講，樓下一個 party room， 樓上一個 party room。依家就行入去睇埋其他嘅睡房啦。另外一個主人套房呢，有2邊窗，景觀同樣係望返常盛街一帶嘅樓景。對流窗嘅景觀係望返何文田一帶嘅遠景。套房呢，係有一個長形嘅衣帽間。之後就睇下呢一個套房浴室，設計時尚，採用玻璃嚟到分間。沖涼嘅位置同樣採用淋浴間嘅設計。呢一間客房可以當作書房咁樣用。走廊位置有一個特定嘅儲物室，可以當作衣帽間。客廁同樣係採用企缸嘅設計。呢個位置就係工人專用嘅地方。呢一個儲物房可以擺放大量嘅雜物。經過走廊之後，就到咗單位嘅工作間啦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。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